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1月初2早起新闻，我是麦湘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要是这粒空雷风台，伊即马已经过境，也毋过东部的铁路这受损是真严重，佮加上地动，北回线甲花东线伫经过抢修了后，昨下晡已经来拍通，也毋过即马呢，这东部的公路也是袂当行的，所以交通部航港局是来启动海运闭湾，按算今仔日中昼派船来到载人客来回花莲甲苏澳。趁着天气好，工程人员用大型机具伫咧现场清运。随意下道和土石流砍掉的区域已经全部拢清理好势，随进行电力后置修复检查。4点左右完成汽车北回线正直畅通，第一帮上北列车是驶树南229次线自强号。从早上等到现在。哦，这样子哈。德仁崇德间哈，因为它那个路基其实不是很稳，那里都会慢行。慢行30公里。风台过境了，花莲伫31暗，如果发生规模5.5的地动，花东线吉安到集合之间的木龟溪桥、北桥台轨道方向无整，经过大致确定桥结构的安全无问题，而且用30公里慢慢驶过恢复行驶，也派人规工拢伫现场过。东部铁路虽然全线畅通，不过公路也未通，交通部要求航港局启动海运闭环，开船3号随伫中岛花莲苏澳来回载客。那海运的部分，希望能够及时快速的恢复大家的运行。空运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再加开班机往花莲。开船3号会当载368位旅客，航港局讲会当用航港局官方来有效。随日由花莲往苏澳的航班，中昼12点30分开船，苏澳往花莲下昼3点开船。请要坐船的民众提早1点钟报到，因若国内线空运的部分，民航局也协调业者开台北花莲加班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受到这空雷风台影响，新竹尖石的司马库斯对外道路是有真侪所在拢绑起。即马部落青年是昨下晡的时阵撩起过岭，用步练的方式对外来讨救兵。看到这风台好是直直关心着司马库斯呢，对外的道路真侪所在拢绑起，2号桥好冲歹去，这桥面是有40公尺，拢已经断去，无法度出入。另外呢，这山顶搁捌停电，基地台是无信号，一直等到昨中昼，才由部落的青年用步练的方式对外来讨救兵。新竹县消防人员上山了后，去到司马库斯产业道路差不多1.5公里的所在，所发现讲在当地是有凹坑。是袂当入去的。根据在了解，即马司马库斯是还阁有几工的米牛，台电也伫风雨当中拼势咧抢修，目前是干那冷月部落这电也未来。另外呢，咱要来看即个空雷风台伫咧台北市也是共款带来未少的灾情，有2000多张树仔倒去，这广告的扛棒也落300多地。昨恢复上班上课，这民众呢是走去到市场举办安尼面册，批评这交通哪像是咧互人走障碍赛。另外呢，这立法院的周围也有树仔倒去，就连倒阳台去避汛的时阵，也着加细一人。这蒋万安是表示讲，已经拼势咧修复，希望大家会当多体谅。这个空作业车清洁队员用电机记长倒去大树树花，空雷风台31暗时为台北市大台强风大雨。民生社区内真侪路树为金箔凹灯直接倒伫路中。目前就是路树倒塌，我们旁边还有那个快压到围墙，围墙已经裂开了。以前也很惨，不过这次更惨。31暗时强风吹倒3面路口的路树，直接地伫边仔等红顶的多元计程车玻璃破去，车头的钣金拢冒落去。驾驶透早等到现场，也个心惊惊。撞到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把我的副驾驶座往后躺，然后我就爬到后座等待救援。当下是蛮惊吓的啊，就是现在就觉得过就算了，钱再赚就有。立法院上面也至少3个路树倒去以外，顶港街上向公路，连行政长倒前台各部会首长拢爱细路行，不少路拢塞车，后面将拢去。市长蒋万安面册批评早起通勤亲像参加外险障碍赛。蒋万安表示，主要道路基本上已经伫下晡开放，尖峰时间确实造成市民不方便，希望大家多多体谅。我接获到的灾情通报总共有4800多件。
好，那其实最主要还是路树倒塌占大宗2800多件，主次要干道基本上其实都已经恢复，剩下像巷弄这边大型的树木倒塌，如果没有办法让清洁队员马上载走，至少我们先移到旁边，好让交通能够先维持。这一次的路树倒塌严重影响到交通的阻碍，确实非常的严重，所有全部在做复原的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天下班之前，所有的清理一定要把它告一段落。新北市修理2000多件灾情，路树倒去共翻占大部分。市长侯友宜指出，除了山顶部分道路，市区会伫拜五下班之前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好，在风台过了，即马台湾天高的疫情呢，是以北部较严重，亲像9月23以后，这中和甲新店就搁要逼过一站。确诊的个案呢，到当时已经有77个，范围嘛拢探出去到新北市以外的县市。即马风台过了，真侪所在拢有积水的情形，蠓虫熬生炭，所以疾管署是提醒民众，这环境一定得爱变好清气，避免搁再摊病。风台过后，新北市中和区的民众赶紧把积水扫好清气。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自9月以来，敢若中和新店的群聚个案就已经累积77个个案，其中中和新店是台湾目前提高的上严重的所在。伫咧风台过后，嘛是防疫的重点。记者伫咧新北市中和区会当看到，大家拢赶紧趁好天来做这个清除的工作，因为台湾提高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加伫顶礼拜就7个提高的疫情，若中和区是上界严重的所在，加中和区就有4个人来确诊。为着要预防提高的继续传，新北市环保局表示，因逐礼拜拢有针对较严重的地区喷药啊来防治。您讲是中和那边的，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比较高风险区域，大概那个不用台风，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至少消毒一次。专家表示，提高率因为气候暖化，渐渐一定无咧分季节，另外因为这几档外国的提高率嘛是愈来愈严重。专家建议政府做好废水降测，才会当确实分析台湾目前的提高率是不是带病入境。因为我们现在到国外旅游的这个的情况非常盛行，而且在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目前登革热非常严重。2024年到现在为止 ，WHO 有1200万，比2023年多了2倍。专家嘛提醒民众，风台过后一礼拜是防治提高率拖网虫的关键时期，一定要落实清除、清洁、消毒3个撇步。若看到积水的水卡仔、花干仔，就要赶紧把积水倒掉，才会当避免网虫的生炭。记者陈阿选、柯敏哲特别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可能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伫10月31正式甲咱列入毋是非洲低济的国家的自我声明名单内。咱甲日本是东亚2个无非洲低济的国家。这款的声明对咱台湾猪肉的国际行销是有正面的帮助。中国时报：大法官任期是到10月31，也不过因为立法院无审查人事同意权案，司法院长即马是无人做。总统府11月7日宣布，已经确定大法官谢明阳来代理司法院长的职务。联合报：台盐绿能公司供电备案昨台人地院来开庭，也毋过涉案的前董事长陈启约是无来。桥仔头地检署昨暗去到伊的徛家来拘提，也是找无到人，所以即马伊可能会变作是通缉犯。另外，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北检来侦办金华城案，针对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这期期是特别满，昨下晡4点半由法院来裁定继续延押2个月，一直到明年1月7日。郭文哲昨早起出庭，延押庭伫昨中昼12点外来结束。法官是下晡4点半宣布裁定郭文哲搁再延押2个月。民众党表示真遗憾，而且嘛真生气，呼吁检方有证据就起诉，无证据就赶紧放人。也那北检昨也搁传前台北市都法局的专委王金堂等等3名证人，问话了后是甲因请回，也有约谈一个被告。以上北检来复审。即马金华城案的被告包括着国民党的议员应晓薇、维景集团主席沈庆京，也佮有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即马3个人拢已经互法院裁定延押。
好，这明年度总预算到达，要是无讨论出一个结果。行政院长赵英台昨去到立法院备询，国民党的立委鲍坤基伫咧质询的时阵是批评行政院呢对这立法院所通过法案也是决议完全拢无执行，而且搁放外。赵英台是回应讲，这行政院就是照法律来行。总预算案继续卡掉的，立法院议会伫出席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列席报告并备询。杜英泰伫报告进前先强调，会就大家较关心的几个方向做完整的说明。因为原住民禁法补偿预算的争议是希望两边互相尊重，在两院互相的尊重，那双方我们来寻求如何解决今年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一定会有妥善的方式。杜其报告指出，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金额，行政院会当考虑用适当的方式寻求资金的来源。一若健保点达提悬到0.95块，关系到实际医疗服务量一寡无法度控制因素，将会透过配套制度慢慢稳定点达的目标。一若公粮收购是将会透过直接2转3+3策略，估计伫咧推展3年了后，产地大国计销1公斤会当增加3块。因公知影立法院批评杜英泰对立法院通过法律案加主决议完全拢无执行。行政院长两手一摊，我就是瞧不起全国人民，你怎么样？选举我承诺的是一场误会，选完你奈我何？好，委员，你讲这种话，看一下现在的委员这样的言论，我想连韩院长都无法接受啊。针对这个刀刀见骨，就是我所谓的民主政变，你有什么妙方可以来因应？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努力，让大院的委员能够了解总预算编列的精神，跟他未来执行的结果以及不执行的效果。立法院甲总预算案列这边议会议程，安怎伫找5结果处理是毋是付费？那党团伫迄天下昼将会开党团大会讨论，结果决定是毋是予总预算案付费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11月初5，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即摆呢，已经有6500万人已经完成投票，打破美国大选的纪录。这共和党的Trump伫咧专访的时阵，有讲到非法移民治安的问题，也讲到要来保护女性，而且伊阁加讲一句，无论因敢有介意，拢会保护因离开移民。这款话也引起包括何锦丽在内各党各派妇女的谴责。川普的竞选 partner 范斯31伫北卡州海波特大学和少年学生对谈，访问着讲美中南海和印中边界冲突，传唤团队敢有啥物降低区域紧张局势计划？更加重要的是，安怎避免发生需要定兵的状况？对这范斯是直接提台湾问题来回答。Kamala Harris has been sending so many resources to Ukraine, we actually don't have enough to send to Taiwan. So by approaching the Russia-Ukraine situation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we've actually made it more likely that the Chinese will invade Taiwan, and we need to pursue a foreign policy that makes it less likely. And that's what's going to change when Donald Trump is president. 川普伊讲伫亚利桑那州的专访，佮讲到伊2020选举作弊主张。伫威斯康辛州做事时阵，伊讲到非法移民的治安问题，讲因爱保护女性，而且佮加一句讲，唔管因介意还是无介意，这嘛引起何锦丽在内各党各派妇女的谴责。I'm going to do it whether the women like it or not. I'm going to protect them. I'm going to protect them from migrants coming in. It actually is, I think, very offensive to women. 川普伫这场大选的民调是含对手咬甲正暗，唔知影谁会赢。两大阵营催票、纠票、告票的动作一直无停过，选民嘛拢有意愿出来投票。到31为止，已经有破纪录的6500万的选民完成投票。密苏里州杰克森郡选用无条件不在籍选票来投票的民众排到乐堂，平均爱等1点钟才当完成。31嘛拄好拄着万圣节，纽约市是聚集几万人参加几节的大游行。不过游行的政治味是真高，选战内面一寡正含的言论都变作大家提出来笑的标语。密西根州佛兰德市一个万圣节的舞会，内面的民众互问着讲，即马心内上惊是啥物？答案竟然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Well, the fact that Trump could be elected and just everything that he stands for is like what's scary to me. Harris winning, to be honest, it's just a lot of unknown, kind of scar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再来看塞尔维亚第二大城诺维萨德这个所在，有一座火车头的外口发生红门头炸后边倒去的意外，目前上无是有14个人死亡，这救援人员犹搁伫咧土石当中咧救人。总统表示讲，这是当地黑色拜五，强调一定会查明真相，来找出应该爱负责的人。到暗时，救援人员继续用动静机具伫咧红门头堆内面找人。塞尔维亚第二大城诺维萨德有一座火车站外口的红门头掠河旁，拜日中昼崩落，迄当阵正一人坐伫下骹的椅仔顶休困，伤亡严重。Sama konstrukcija koja se obrušila je izuzetno teška. Radi se o stotinama tona. Naši spasioci koji su stigli u roku od nekoliko minuta. 3 osobe u vrlo teškom su stanju, 2 su trenutno još uvijek u operacionoj sali, radi se o vrlo teškim povredama po život opasnim. 全国各地80位救援人员加护军调来动型机具斗相共搜救。这座车站是起伫咧1964年，已经有60年啊。虽然火车站不伫2021年加今年整修，伫7月初5正式启用，不过迄当阵掠河旁并无重建。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宣布，甲拜六定做哀悼日。Tragedija, crni petak za nas, za celu Srbiju, svakako za Novi Sad i veliko hvala svima koji se bore da spasu ljude. Ono što ja mogu da vam kažem da ovaj deo stanice nije rekonstruisan, to možete da vidite iz građevinske dozvole, a zato i kažem da će se utvrditi ko je taj ko je tada. 因为发生这件意外，诺维萨德车站有几多班列车暂停发车。塞国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达契奇讲，即摆重点工作是搜救，若倒来原因，还有是涉人的责任，将会由检方甲政府相关部门调查。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继续来看国内，即马空雷风台已经走啊，也毋过呢，灾后复原的石头也是真侪。伫咧高雄南环公路是有一寡车路地基拢互冲了，桃园区复兴顶3个里对外的明霸客路便桥，也阁有溪底的便道是全部拢互大水甲冲歹去。另外呢，登记的连外道路即6股第27线部分的路段也是未当出入的，也阁有嘉义中部第3线分水路段，即沿路拢是树仔。也阁有石头，抢修人员是唔敢停，赶紧来清理。港便桥倒入溪道龙溪，溪底便桥流失差不多1公里，空台风台造成大风大雨，那甲高雄南环公路复兴里路段的路基冲甲无去，佮将灰明白铁路港便桥含溪底便道，和桃园区复兴大湖南梅山3里变作高岛，港府大一透早就出动怪手。老龙溪的河水烧退之后，我们会进行抢修。高雄山区侧伊是继续停班停课，另外道路拢无法度行3里，拢总有370个人受困。在气公所是启动流动，甲药啊这物资对天河段送去复兴里，但是对受困的3里来讲，小人所的风台互因登去的，唔那是交通，还有头路。靠着南横公路生存的我们桃园区的人民，我们已经将近3、4个月，已经没有任何的收入。除了桃园区受到前一年透风大雨的影响，也造成南马社甲县界地区上清河停电，所以因为路未通，互台电无法度抢修。南马社的区长是带队透面甲路抢通，争取较紧来复电。土石崩落去，互路拢砍掉，连续几天落大水雨，造成山区真侪路段交通拢断去。登记另外道路早起有2个所在分别因为树仔倒落去，含石头落倒来，造成双向交通拢断去。警方到场经由封锁线，6股台27线2.5公里的所在，路基是大面积冲甲要无去，早起嘛紧急封起来管制，但互控制影响通行的毋那高雄。我睇下包装伊歹做，伊嘛讲遮济因做袂了。工作人员面是真歹看，嘉义县中部乡第3线分水路段，沿路是一大堆倒去的树仔断基，还有落倒来石头含断去的电缆，敢若剩单线当通车。相关人员一透早就到场来抢通，但是范围实在收看，根本就处理袂了。大风大雨嘛，互阿里山公路前一暝8点就已经先关起来，一直到早起7点半才恢复通行。阿里山乡紧急宣布停班停课1天，林体本线暗算初3恢复营运。好佳在空热是愈来愈远，高雄含嘉义山区下晡嘛已经解除大雨警报，大家嘛会当小可喘一口气。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人讲一户二落3万家，咱要来看台南这座城市已经有400档的历史。这文化的底是真丰富，也毋过呢，这时代咧变迁，所以一寡古早的文物，这年久过深，嘛是同款的傲气。即嘛是有一群青年，因是当咧拍拼咧保存过去的文物，因是透过修复，也佮有重新设计的方式，甲古早时的一寡文物放入去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互这份文化的精神会当继续落去。今仔日阴暗7点半，台基台青春咱的梦，就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群人是安怎甲过去的物件甲现代牵做伙。加入这间购物店，若像甲用过的记忆搁找回来。这间店的头家叶家宏，从大学的时阵就开始收装具的物件，后来经营购物店，伊希望这个空间是物件的中继站。或者物件会当找到新的主人，互故事甲情感会当延续落去。我拢希望讲来买的人，伊毋是买到这个物件俩，伊个得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嘛是对着这个物件继续传落去。对我来讲，这就是比买卖中间个较有意义的代志。每一件古早物拢有经过岁月的熏染，迄是主人留落来故事甲记忆。当这的物件传去另外一个人的手头，那存在情感嘛当继续落去。好，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那些被丢去的玩具都去哪里了？垃圾场被烧掉。就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是大概小学的时候哪些玩具被丢掉。那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的角度跟我们的能力，然后去帮小朋友们解决这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为了延续美好的记忆。这两个成大工业设计系学生，利用下课的时间成立创收工坊，替囡仔维修这套米，嘛世界教学推广修复代替单调的理念。还有一只机器人，它的脚断掉了，你们有什么方式自己修理？很好。我们不仅仅只是修复一个玩具，我们觉得更是一段珍贵的感情。我觉得玩具背后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在追求科技进步的时代，珍贵的事物嘛渐渐流失。不过，这个人当用心守护这个都要消失去的记忆，因毋若传承永过的回忆，嘛保存这个故事，互较早的美好甲人情味，悠然是遐尔温暖。记者洪条生吴一修综合报道。台北市文化局对2006年到逐冬拢会来举办数位艺术节的活动。今年阁邀请到韩国、日本，也阁有英国等等的艺术家来到台湾来创作。加强是有21件艺术作品会当来展览，嘛希望讲透过 AI 游戏甲影像等等的互动，会当互艺术甲民众行较活的。如果他回答我不知道，那就然后我们又对，然后我们又有猜出来，就是我们。囡仔伫展览现场就增加大人小解 AI 的游戏，这是2024年台北数位艺术节，现场有各种 AI 科技的影像、器官造型的艺术品，想要让民众了解 AI 科技甲生态、人体器官各种社会议题的关系。在展览的过程中，它不断的会受到水的侵蚀，所以它不断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改变它的形状。艺术家在现场分享家己的作品，是对人的身体出发，用石膏做材料，透过水的流动，作品也会有变化。7点零也表示，伊嘛有去教育现场推广，另外嘛希望透过艺术节的各种活动，让民众同齐来认捌数位艺术。基本上讲科技啊，是数位的活动，大概大家拢会感觉讲哦特别困难，还是讲哦特别讲唔知咧创啥。平时的时阵，阮就去到教室内底，甲小朋友交流。今年是第19届台北数位艺术节，展览对初2开始到11月中。这届同款邀请真侪国内外的艺术家，总共会有21件艺术作品展出。除了艺术作品，初2甲15艺术家也会参与特技表演和声音影像的演出。7点零也表示，希望用更较多元的角度，带民众做伙进一步思考人甲科技、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2度到26度。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22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